大家好，早前我哋一班中一同學完成咗愛回家嘅畢業典禮，同學喺舞台施展渾身解數，載歌載舞，努力呈現出精彩嘅表現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睇下所有同學仔嘅表現啦！一班同學係表演唱歌，哇！師兄好落力啊！亦都有男同學表演籃球插花，動作都幾流暢喎。大家睇下，全場都好支持佢哋啊！好啦，另一班同學仲犀利，佢哋嘅表演邀請到一信班陳奕睿同學彈琴，同美紅老師彈吉他。而表演前，佢哋都對老師、同學講咗啲感恩嘅說話，我哋一齊睇下。我首先要感恩我嘅父母，因為佢哋培育咗我哋，同埋我要感恩我教育咗2年嘅老師，因為佢哋準備嘅教培都要花好多時間同埋好辛苦，而且佢哋讓我感受到佢嘅溫暖。我想說謝謝你，我的朋友，在我焦慮的時候有你，在我無聊的時候有你，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也有你。我感謝各位輔導組嘅老師，喺愛回家每次都為我哋籌備活動。其實要上台表演一啲都唔簡單，要事先彩排同準備㗎。有一班同學就想喺愛回家嘅畢業典禮為大家送上心心氣球，佢哋將準備過程拍成影片，好有心思啊！我哋睇下。在捷運外頭轉身跟你說早，明明就等了3班，卻說真巧。早餐店的漢堡陪着你的微笑，是我從此不再遲到的訣竅。下次考試要及格，答應說好，但是我歷史地理真的不妙。鉛筆盒的小抄，壞朋友的暗號，是為了選座位才用的絕招。朋友都說我重色輕友，我都不在意，想成為你談論的話題。為了唱告白氣球才學鋼琴，這決定都是為了你。我上課喺愛回家嘅畢業典禮上，同學們互相鼓勵同支持，佢哋唔單止展現咗自己嘅才華同能力，團體合作精神同自信心都係大家有目共睹。畢業禮嘅掌聲同歡笑聲都係對同學們努力嘅肯定同鼓勵，亦都係對我哋成長嘅見證。要數畢業典禮最精彩嘅環節，就一定係一班附身師兄師姐聯同美紅老師 Miss Bobo 為我哋表演皆大歡喜啦，又搞笑又有氣氛。好多謝附身師兄師姐佢哋全年陪伴我哋成長，亦都好多謝所有輔導組老師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活動嚟到尾聲啦，大家一齊影返張大合照留念啦。
喺度祝賀所有參與愛回家畢業禮嘅中一同學仔，恭喜大家完成咗一整年嘅成長活動。希望我哋喺成長道路上繼續努力，有勇氣迎接未來嘅挑戰。